睇咗功夫女足覺得未夠喉嘅老友，又或者想睇周星馳佢本人親自出演，但係幾乎係冇可能嘅話，今日就俾大家睇一睇佢粵語版嘅路演啦，原汁原味，好睇過戲啊！有請我哋嘅導演周星馳，演員劉嘉玲，第二班演員啦，好，我哋睇一個中間嘅位交俾我哋嘅導演嘉玲姐同埋熱巴。好，咁我哋俾支咪我哋嘅導演先啦，等導演可以同我哋嘅觀眾們咧打聲招呼。好，交俾你導演。香港嘅朋友大家好，太開心啦！終於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我哋師太嘉玲姐咧，好多嘢都想同大家講。你頭先講好多係你講晒，咁啊都又俾我講，你講完先啦。我講完啦，我嗱嗱聲要俾你講先。你講多啲啦，人哋淨係想聽你講嘢㗎咋。咁不如咁啦，我哋巴爺都即係好心急想同觀眾即係講。大家好，我是戴丽巴，然后很开心这次可以来香港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大家应该刚才都看过了吧？没看。哎，那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一会儿大家的感受吧。好，謝謝啦嘛。好，咁咁就我哋大家好啊！終於翻到嚟香港，我期待咗呢套戲好耐㗎啦。即係一路聽到個票房，哇長航啊！咁但係我未睇過，所以我好想佢快啲嚟香港做。咁13號上係嘛？係。咁希望我哋香港嘅票房成績都會非常好啦，就全靠你哋睇完呢套戲之後，即係講你哋嘅感受，分享俾你啲朋友。多謝你哋。一定。好啦，咁我哋都可以同阿導演傾下偈啦。導演想問下你咧，今次呢個作品啦都籌備咗咁耐啦，你將功夫同埋女足咧係完美結合喎。今日咧係終於同我哋香港觀眾見面啦，有冇啲咩想同第一批睇到電影嘅觀眾講嘅嘢咧？都係想講句唔好意思先啦，因為等即係要大家即係等咗有段時間啊咁樣，咁有陣時咧即係我哋即係創作咧諗嘢有陣時咧都有陣時速度係慢啲嘅。阿聰哥啊，你可唔可以即係？我盡快，我盡力啦，我哋盡力，我哋少啲，快啲，我哋把聲即係即係籌備啊嗰啲時間。咁同埋你係咪仲有問題想問？係啊，導演，我想問就係你今次咧嘅製作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演員合作啦，有啲係新啦，有啲係好有經驗啦，有啲就新演員啦，有啲咩感覺咧？有咩感受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內地嘅演員，即係譬如阿巴爺啊，仲有阿小飛姐啊，同埋阿魏興啦，即係我深深咁樣感受到，其實內地嘅演員咧嗰種專業，同埋坦白講，如果冇佢哋咧，我哋係應該做唔到一個咁嘅效果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演員真係好重要。不過我哋都要講講，即係我哋香港嘅演員都唔失禮。媽媽可以講得話係各有千秋，即係內地同香港嘅演員咧喺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好幸運嘅喺呢部電影裏邊咧係，我覺得係完美嘅融合。即係將呢個中港嘅力量咧完美咁演繹，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咧，我哋有非常之出彩嘅欣賞到非常之出彩嘅內地演員嘅演技，同埋亦都係每一個香港嘅演員都係從來未見過嘅，即係出嚟嘅效果。尤其是係阿師太阿嘉玲姐，新人係嘛？新人啊！你即係嗱，你嘅相貌咧就同新人一樣。但係呢個資歷咧就真係最犀利啦！你唔讚下我？咩啊？你讚下我先啦！我哋而家咪讚緊，我咪讚緊咯啊！可以。
煮個麵你食啦。大家都記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係有咁多嘅好好嘅演員之後咧，又喺導演嘅帶領之下咧，就可以製作出功夫裏中啲咁好嘅作品啦！大家俾啲掌聲。其實咧喺啲咁出色嘅演員咧，我哋啲做導演嘅咧根本上冇嘢做嘅，真係㗎，做乜做啫？因為交俾阿媽爺，跟住阿媽爺自己嚟咯，搞掂啊！跟住你俾阿媽伯又等我嚟啦，咁佢又搞掂咗。然後俾阿師奶啊嘉玲姐，喂嘉玲姐真係㗎，我每一次拍嘅時候咧，我話阿嘉玲姐啊，嗱呢場戲咧，佢話得啦，唔使講。我咁講過喎，你咁樣破壞我嘅形象，我喺現場咧係好聽導演講嘅，即係雖然你係我朋友，但係你喺現場係導演嘅身份，我好尊重。我哋呢啲好專業㗎，我唔會立亂揸主意㗎。但係我從來冇覺得你當我係導演。唔係，其實嗱，我同嘉玲姐就真係冇即係無分彼此嘅。佢亦都從來冇當我係導演，我又唔當佢係演員咁樣嘅，真係。所以大家講嘢咧好嚇，我當你係嘉玲姐咯。係啊，你喺我心目中永遠係嘉玲姐，係啊。唔係，所以真係㗎，我同佢真係好有默契嘅，所以你叫我話得，你唔使講啦，呢個唔係因為你冇禮貌，係因為你有默契，你喺心裏邊都知道我想講乜嘅，其實都係講嗰啲嘢啫，都係嗰啲啦，所以喺呢個即係包括聰哥都係啦，真係啊！喂，聰哥真係你以前係咪都做過球證嘅啫？喂，其實咧佢就即係今次真係好幫手啦，即係幫我客串一個球證嘅角色。但係咧嗰個球證角色好重要嘅，因為呢兩場比賽咧都係最重要嗰兩場比賽。阿聰哥又喂，你真係做到又係啊！我係完全都唔使，即係我又係唔使導㗎，係啊！佢哋全部都做晒嘅。我喺屋企做開球證啊嘛。係啊，快㗎啦！好多女士一齊住我屋企，咁所以我都成日都會唔會俾牌嘅，起身唔好鬧咁樣係有啲經驗咯。大家睇過係，OK。咁其實我想講即係導演同埋嘉玲姐喺即係戲外嘅互動已經咁好睇，令到我哋更加期待呢套戲出到嚟嘅嗰個成品啊！好啦，我都想問一問嘉玲姐啊，嘉玲姐，我仲有問題？有啊，其實未問你問題㗎，我唔係主角嚟嘅，我係客串嘅。但你好重要嘅，你好重要。其實我又未睇過，你係最高領導，所以我唔係好清楚啊。其實你問我，唔緊要，呢個你一定答到㗎。呢一套戲啦，《功夫女足》啦，你覺得成套戲最吸引到你嘅元素係咩？有我咯。呢個係星仔頭先教我點樣答㗎。好啦，呢個你終於講句心裏説話啦。嗱，呢個就係點解我咁中意嘉玲姐咧？嘉玲姐永遠都係最坦白、最直接，又唔嘥時間。坦白講咧，係真係你，係真係因為我先至係答應嘅。同埋佢之前我咧話唔會同我一齊拍嗰場打麻將嗰場戲嘅，咁後尾佢梗係我啦，即係氹咗我去，跟住冇坐低同打牌咯。通常都係咁嘅。有坐低但係冇打牌。氹完之後就呢個導演仔，你滿唔滿意啊？我答得好好啊！大家滿唔滿意啊？滿意，大家都好滿意嘅。好，咁我哋繼續落去啦，就想同下呢個熱巴聊一聊的。熱巴你好，你好你好。這次呢，你是跟周星馳導演嘉玲姐合作這個功夫，在電影你的角色呢，是不是有很多很厲害的功夫足球的招式呢？拍完之後，你會不會也愛上了踢足球？愛上踢足球，我只是可能多一點了解吧，對於足球，因為其實我的體育細胞不是那麼好，所以對於我而言，我可能就是簡單的會一些足球的技巧。哇！但是你在電影裡面出神入化哦，好犀利哦！這個也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說的演員的魅力。
就是你看，比如说八爷，他是本身你看到，他真的应该是没有运动的。我們越講越穿幫先啊！他說他不是那種很長的運動，譬如說跑步啊、足球啊。因為我當初我找他的時候，我也問過，就是了解一下。他說他都那些很強的運動，譬如說踢足球，他其實就不會。但是曾經我也想過，就是他這個體能是不是可以承受我們這個電影裡面的那麼強的那種，因為我們這個動作場面是非常多，基本上是我們是從頭打到尾的，所以我就跟八爺說明了，就所以我們的動作場是很多很多。他說他也很願意去嘗試去接受這個挑戰。但是最後我們出來之後，就是聰哥，就子聰導演，我們都非常震驚，就是八爺的出來的效果，就是其實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武林高手，是吧？對，我以為他說反了，還會說不會體育嗎？不會運動嗎？怎麼柔軟啊？那些就達不到他的3面派的那種。我覺得一會兒觀眾看完再說吧，現在說太多話，一會兒就露餡了。不用怕，我之前看的示意了，所以我覺得你太謙虛了，你真的是表現得很好，大家觀眾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各位觀眾一陣就可以見到佢嗰個表現啊，同埋佢真係好掂佢嘅，俾掌聲熱吧！好啦，咁啊，我哋呢個時候咧，咁啊，都我哋聽完我哋嘅導演同埋演員嘅分享之後咧，大家都已經好急不及待，好想睇戲㗎啦，好。留俾我哋嘅傳媒朋友影張靚相。好啦。好，望中間。好，各位接眾咧，唔該。好，咁我哋望右邊嘅傳媒朋友啦，我睇下右邊嘅傳媒朋友。我看一下右邊。好，中間嘅朋友啦，中間嘅傳媒朋友，我看一下中間嘅，先看中間。好啦，好，我哋3